早上好。我说哪对啊？你这小教练。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去下面没有少了哪了，可以有多快的给的包括下去啊。整个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可以要么后来阿姨人家要就可以你铺排没有？因为圣经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走什么方向。好了，我你铺决定啊，去下开的来阿啥的，做为下开的该做为马拉个没有？每一个教会都有神要用的人。可以要么对么你个下耶个为错的拍照没有？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愿意听神的指导。哎呀，他个对个你个下为多快，哪个为对嘛嘿？神说你们要去。为啥个为那去改咩？各位。神常常在圣经中，也在我们心里面教我们要做什么。谢谢。神会在圣经里面和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为啥叫开你破？后来马个没有啊？后面你嘛，后来马个还得做为马拉没有？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人常常违背神。哎呀，他个写了就做教的嘛，做开没做呀做，为啥要多快的漏车没有？神说你们要去，但是他们跑不一样的方向。为啥个那个改咩？我比掉他，做呀做开买跑路个开车没有？这就是一般人的光景。做开做呀在爬拍车没有咯？如果我们跟神的引导不一样怎么办？看我为啥写改那个卡蛮好了，蛮好的那个还得对嘞？其实是很简单的。挨家嘞我得对呗。你转过来就对了啊。我得把我发我配没有？回头来到神的指导的方向是不是很难的？得把我破了，开为啥写嘛？那个还是该对做开嘛哈？但是你要有真心。哎呀，他这开那位哪个位你嘛去做没有？神常常用教会那些有心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工。我做为啥做开有位不一样？后来有位多款哪个位做的爬野了，开有位干？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踢足球。我一年拍车没有一他，不是踢个不加没有？你懂那个是我吧？你那个还没踢个拍没有是对。蓝色衣服那个就是我。蓝色衣服。本来没踢个有嘞。但是我碰到一个问题。看把他的马个破哟。我们踢球是在礼拜天。我不是踢没做个信，他就踢没。这礼拜天一定要练球的，我们不能够去做礼拜，怎么办？那个信他做个不是个踢球，做为不到来不一样嘛，搞个还要对出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挣扎。我看对了，你们考个踢拍下去没有？我的决定是，我要放弃踢足球。这不来很多天了，我看我不是踢这样个把赌。当时我很难做到这样。他我看这个对个赌下家没有？很辛苦。赌卡家。去做礼拜都没有心，一直想到踢球的事。不要，可能不叫来跟你妈妈做了，我不是踢的，踢到哪了呗？在我心里内心深处知道，这是撒旦的计划。看我们你妈可能看得小的嘛，就开，前面就开你还是大的，刚还拍的看得是大的。我需要在踢球跟做礼拜里来做选择。这不得了，不要该做了，没我不是踢做了，我请你做，干了我乐有没有？感谢神怜悯我。为啥会不寂寞要我写有那个不多？后来我不要踢球了。这不多，可能我不是嘛踢哦。我改打羽球。这不得了，还个么多没有？我的想法不一样了。这我们多看个包没有？为什么选打羽球呢？妈不多，我这个么多为了个。因为打羽球比较能够跟人家交流。我个么多，这他儿说那了错的大家没有？我在教会里面也推动打羽球。不然我们可以要么可能个么多对吧？我个踢比赛没有？神也的确把一些打羽球的人，让我们能够接触，然后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这不然为啥啊？他那边不多个么多个不会错的旁啊，错莫的知道了，不要可能是哪边没有？甚至当年打羽球没有信主那一个，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的执事。
哦，佢他個佢咁唔多了，佢佢啥嘛是寫俾家只不過佢啥事啦了，佢我會咁啊家啲撈嘅做。神的真理是要用心来回应的。佢啥會多過佢做，佢會你媽的嚟個我要可比了。我们想要带一个观念是团契，团契。我做佢我冇事，家大嘅我冇地家嘅。我知道拉湖教会很多是没有团契的，哎呀，佢拉回要，佢攞咁乜做落嚟？那是很可惜。先嚟調做咋？因为团契能够让整个教会动起来。我攞個我冇地了，佢就佢對啲佢要冇卡背個丟拉家嘅。多数教会友只是做观众、听众。嘛為佢要冇啲拍作嘅，嘛啲咧嗰個係你把咩咯個問你把這拍嘅。神不是要我们坐在一边坐下，在那边听到，在那边做听众而已。有啥作嘅我去啲個你問你把咩話問啊把這乜拍子㗎？神要的教会是动起来的教会。有啥去教嘅佢要冇作嘅卡背個丟落嚟，家啲丟下去教。为神许许多多的吩咐来做回应。有啥黐媽媽姑媽啦嘅我攞啲棒，教会就好像冰山。佢要冇作嘅我話我考慮下數嘅。我们在这一个地方没有冰山啊。呀，看佢做破嘅話，我乜做嘅不多咧。很冷的地方，他們下雪。家家有跌落個睇我也啦啲差。然後有冰山。考慮個配在水面上。依家學㗎咧。一个冰山都很大的。我考慮啲拍作嘅耳家嘅。但是这个冰山看得到的是少部分，看不到的更大。呀，看我依家學做嘅，我考慮做嘅我冇嘅做嘅學他破這次嘅這。教會教會的工作就好像一個冰山這樣。佢要冇考慮啲間的拍作嘅只我考慮係少嘅。教會是很多東西要做的。佢要冇考慮啲啲間作嘅白啫。但是很多基督徒把這個生命都花在這個世界上。呀，佢要啲拍作係要為間要為多卡啲拍前面嘅考慮，只有啲。所以教會怎麼辦？教會就荒涼。我們教會做很多事情。少部分是外面人家都看得到的。但是神吩咐我們做的事情是很多外面的人看不到的。我没有办法花时间解释这么多东西。但是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教会在做什么。我们教会是很忙的。我们有200多人，有40个人是这个委员。每个拜一晚上7点半到10点，我们都开会。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来不及做。这就是教会。教会如果只是来聚会，那主耶稣太失望了。他是要他的子民动起来，为上帝而活。这些事工做起来都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做。不要做那些侍奉，我们不需要信心，就不需要信心了。当教会拿起很多事工的时候，哇，很难，你就需要信心。教会不能选荣耀的路走。因为神给我们的是窄路。
我那个上个比那位就系马后位也没。窄路是辛苦的路。该下位也高排位。教会如果舒舒服服，哇，整天听到舒舒服，那不是教会。可以要么可能你妈傻傻的了，不落位就得对个教会就系上。教会要肩负神所带给我们的那些重担。可以要么就系上个大子那位不得排个大位。神为什么设立教会？因为他圣经中很多吩咐。谁去做呢？他就是要教会去完成他的吩咐。我很想把更多的事工带来给大家知道，说我们教会还可能做很多东西的。但是我用图片比较容易讲，很难讲得清楚。这是两个是我的会友。他们就是睡到sorry， 他们在车上就睡，一直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参加了华恩的通宵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到天亮。我要回去了，很累。我喜欢看到教会这样。我不喜欢只是看到教会高兴啊、快乐，大家你好我好，这样不是教会。神吩咐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经过。你看到我们当中有这些小朋友在我们当中。这些人很难侍奉的。这些人他们刚刚结婚不久，孩子还很小。很难花时间再来侍奉了。我们就欢迎他们带他们的孩子来到开会啦、侍奉啊。所以他们来参加的时候，孩子跑来跑去，有时候还要顾他们。但是我说华恩就是要这样。你孩子带来都可以。就是不要停止侍奉。我们知道十字架。十字架很有意思的。这个横的部分是指什么？这个横是指人跟人的关系。这个直是什么呢？直是人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崇拜，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唱歌敬拜神，我们祷告求告神，祷告求告神。这是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还有横的。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了？主耶稣说，人跟人的关系好像身体的肢体这样配搭的。这个教堂美不美啊？美啊，不错。会奇怪吗？有一点奇怪啊。那一只是什么？避雷针啊。
我为木太呀发对了呢。为什么一只东西在那边？阿妈把东给他靠带了。有看过这个 logo 吗？logo 这边都有没着了啦。没有了。OK， 这个是什么？这嘛阿他妈嘞。每天跟随主。对你嘞个耶稣可以哈斯个都开呗。本来很多十字架的。对对，我开拉卡去妈妈教呗。因为我们每天要背十字架。我老公啊，和对你嘞个拉卡个大呗。但是我们没有背十字架。要看我拉卡嘛大。我们只是跟神祷告。我就开二下叫接波罗呗。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二下接加大呗。我们没有跟人家互动。我悄呀悄悄啊，和悄嘛对的。全部都是自己。加不了对这里的个需要多的。十字架一定要加上这个。加不了拉卡就开就开包个隔壁啊没有。我们的行程应该加上横。直的要加上横。加不了那包大约这点嘛比谁嘞就开包个隔壁啊没有。这是神的心意。只有那个啥边喽。神不是要你来聚会就会上天堂，不是。我可不要，后来这点不落了，就开个啥苗个拍拍卖卖。他是说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能进去。还有个那个我把个啥边阿罗对他那个啥苗后来个来个呗。求主帮助我们。个啥个个拉比。在这种末世的时代里面。来么呗？就要一就后来。撒旦一直要让我们投入世界上很多事情。你还晓得就看我每个后面刚来就要对自个哟。神要他的子民投入在属灵的事情。要看个啥就看要为干，后来我得怕对我们当中就有委员，有牧师传道。后来干嘞，下拉路得怕，下拉得怕，干嘛干得怕个教哟。我们就为这些东西而征战。我就开始得爬个这个大家车没有，把会友从世界拉回来。我为可以让得爬到美国没有，美国好拉比些。世界吸引他们是很容易的。美国就开有个超有，我有就对个家没有。但是教会要吸引人来很难。要看个不一样，后来就开有个我有就对面就开下没有。我们就要改变自己。要不然我还需要都要被扒没有。做个有用的教会。这个为可以要某个牌子。世界上很多问题，每个就好了，把它来解决呗。很多都是神才能够解决。把它来解决，还有下就得过那个。但是神不愿意自己去解决。呀，还有下就可以要把它自己爬要嘛过啦。他要透过他的教会去解决那些问题。把它自己爬它有下就可以要为可以要么就来个物质没有。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顾自己的事情。可以要母亲对个你个阿需要，不一定多年结果。由于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就很好了。新年节不落个到，大家好多了个。撒旦就完全得胜了。我们就开你还晓得，就开个是拍牌了没有？教会要把会友从世界拉回来。叫不了可以要母就开，我们就叫呀，每个叫好了，我路那头。要让他们喜爱来教会。我那个要叫开，为啥叫开不一样？好了。所以课程是很重要的。教会一定要教导圣经。礼拜天讲道而已不够。很多东西都要教导的。怎样养孩子啊？父母跟孩子怎么样沟通？我们在世界怎样为神做见证？我们都要学的。我常常说，我们都把孩子带到学校去。去学校很浪费时间啦。全部孩子叫他在家里就好啦。你要不要？你说不要，我孩子要读书。人生很多东西要学的。我们这样讲，神就会很伤心了。世界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们把孩子推到学校去。我们知道学世界的东西很重要。但是神的东西更宝贵。
有没有来主日学，有没有来课程，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看重。呀的爬不要了嘛，那位不要，后来那就Allah马位啊，讲啊，我们看世界很大，每个教后来你家看神很小。下就开始的你莫呗，这是神不想看到的。这个就开下嘛，你嘛去干不着。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多学习。要不然我可以要么后来那几个去有的路没有。这一条路叫做错路。呀，我去的家就开批评呀，我没有。我们人常常会做错的。我讲对批评没有。所以神不要我们走错路。要不然有下就看我批评呀，我嘛都自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个人啊来呀，我有这。他说：“我是道路，也是真理。”要个人啊，这个呀，我了，可特别的作为的这个派位。所以我们的路就是要走在真理里面。要不然我后面呀，我就可特别作为呀，我开始个改变。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以前呢，派这边我已经决定了，就可以多久没有？我要走对的路。作为呀，我该对多久没有？所以我跟神说：“神啊，我不愿意走错路。”要不然我有啥，我别有啥，我呀，我嘛呀个。所以我要走上神预备的路。要不然我就可以有啥过那呀，我都没有。但是你要注意啊！呀，看到看啥地点了？还有一条路啊！我讲你呀，我对家做些没有？这条路叫什么？呀，我去对家吃嘛没呀？我叫做己路。需要的呀个。我们好像迷路的羊一样。我就该买改车的要求。个人偏行己路。需要改革改车的。己路不一定错。需要的呀个改就该批评的嘛嘿。但是跟神没有关系。呀，那个有啥咋打没有？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来就会搞对没有？没有错。嘛批嘞。但是跟神没有关系。呀，那个有啥嘛咋打？我们生活就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为啥对那个我老几呀？还学又不得神说不对不对。这个对他有啥个有嘛做没？你也要走我的路。这个对我还有啥位呀？我拉位。不要走错路。呀位呀，我干嘛？也不要走己路。需要位呀，我干嘛拍？一定要走上主的路。有啥位呀？我改位。但是我们也要做工吗？要不然怎么样赚钱吃饭？我搞个对钱嘞，干嘛对我孩子嘞？我个咋对嘞？当然要做工啦。搞个对没有？但是也不要忘记更重要的侍奉等着我们。哎呀，那个老嘞阿姨儿家为不搞对的嘛，那个老神会为我们开路的。有啥就跟我不要搞破烂的哟。做世界的事情很容易。每个月搞对面俺家。为神做这些侍奉不容易。呀，他有啥不搞对就开马上。所以神说我会保守你们的。这不然有啥个人那个哈下了对哟，对个没有？但愿我们都选择走上主的路。这不然我对个那个有啥位呀？我该不必。我们的孩子要怎样选择他的路？我后面养的爬呀，我还得了有的嘞。他们慢慢长大了。有啥对啥二啦没有？他要选主的路还是自己的路？有这个有啥位呀？我乐有的嘞呢？需要位呀？我乐有的嘞呢？哇，我们孩子如果读大学了，哇，我们很高兴。我为要的爬，你那边开马了，就当我这个哈来家。我们的孩子在社会上有表现的时候，哇，我们就很满足。我为要的爬，每个考了说给车了，就当我个你考试家。哇，有时候我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哎呀，看我去了，这你考大事些。很多世界上的那些所谓的成功，是带着很多陷阱的。每个车考了那就，人家个车家比老家都要看，挖土还比较没有。这一只鳄鱼，开做起的开嘞。哇，一只小狗就把它赶走了。不要的开这个要个前边没有。那些人他小狗主人鼓掌啊。我们不要没有，先把这个那个那些。我的小狗多么厉害！我们不要去吵架过来。哇，他们笑的，但是没有听到声音啊，他们在那边笑。有这个我得看过来鱼，还来这边。我的小狗厉害吗？不要去吵架了过来。把鳄鱼赶走。再去抓个虎过来。但是它的结果呢？也看来每个还拍那个。它的结果是被咬死了。你每个还再去就去拍去加些没有？你要为你孩子鼓掌的时候想好好。
叫不然我会压的跑步，我会你妈儿叫他儿看得多你些。他可能就因此不再走主的路了。要和这个第二位巴多了，可以要这个二三位也挂妈都个那个左右。我有2个孩子。呀，对个左右。我很明白的。我那个家嘞。我很想祝福他们。我这个要个不拿比个家。最好的东西我都想留给他们。我大家要就这个呀比个位。但是我明白。要看我这个是位。孩子真正不是我的。呀，这个我呀嘛是。他是神的。我只是代为看顾管理而已。我这个儿少，但你还是不要这。以后他长大，他要建立家庭的。我那个要是个儿了，他也家家个。他会离开我的。我怕大个丢。他是属于神的。要这个儿少也排位。我一定要让他走神的路。差不多还要儿少也挂个都丢个对。不是我想要走的路。我该个也挂嘛是。这世界是这样的。要你明个叫后来就这个排解没有？给你很多好处。那就比较老一点他。到后来你就会看到，这个都是很多的陷阱。我来没搞过，还没拿来过，还哦，挖来就脱了那个毛哟。但是我们也不用怕。要看我啊，搞对嘛喽？神的恩典够用。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我这个多钱你妈做嘞？我们做父母的。我爸也得怕。我自己要选择主的路。我和阿叔要还要20位也挂个乐有没有？好像过去我踢足球。到巴德个不了他啊，不是踢啊你喽。跟打羽球。了解个么多啊你些？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足球。去不看个不是踢啊都做。我踢足球，我整个人就很放松。那个不是踢啊，他啊踢都嘛快乐。但是我知道不能走这个路。看个也过去的这该嘛排啊。他跟神对立，我就不要走。那个20嘛好的，为巴多来嘞，我嘛该个。你自己先要这样做。那看到去个对没有？然后你教导孩子，孩子就会听你。我看对的他那呀嘛个呀个拿拉没有？你要孩子走主的路吧。要20位也挂该没？说爸爸妈妈，你们都没有走主的路啊。要还过来个，我爸我要那个20位也挂嘛该没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教会一定要注意的。不了搞那个奥拉的嘛，就是那个可要么下地打教就是交棒。我为哎呀，自卑哎呀我卑微。我知道有一些人在教会有一点侍奉。我想那个可要么的爸爸那个还不干的去吧？不要只是自己侍奉。我和阿需要这的不干的打排比。你要想到教会有很多人。我可要么出来个就是这样。你要做侍奉，要走主的路，就要把那些人拉来一起做。我不干的个，后来超会的爬个，我自我了，他的给他对没有？你现在来听到。那人家不这夸张了。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还可能跟你来。呀，就开始他讲我哈少拉的。他长大了有选择了，他不要跟你了。呀，他呀去拉的他哈少。他跟他的朋友更好。要改为嘞。你就要他小的时候，你就要跟他建立关系了。叫不然而且他个呀，整个他要长大没有？拉他一起来。呀不要拉丢个。你为神做的事情也让他知道。我和不干的切个呀个是自卑呗。你们都有养鸡吧？那这个那个阿虎就有嘞。你看这2只鸡。你看你那个今天一只公鸡，一只母鸡。阿父搞的开了，还我妈搞的开。有什么不同？阿妈不打去做嘞。看到不同吗？阿妈不打去做嘛嘞？那个公鸡就是吃。阿父搞的就还要这地榨菜没有？母鸡呢，就拿来给孩子，然后自己吃，又给孩子。要看个嘛乖乖，压个拖杂嘞，要个榨菜没有？不要学公鸡啊！阿父搞还来到对面。自己吃。阿需要还要这地榨没？要分给孩子。压个白比没？你有好的侍奉。那不干的切没？要分给别人。需要个白比没？要跟别人一起做。需要这个对没？教会才会彼此影响。我看到他来可以木教开这个我不必你的教会就不只是一只木头而已。叫不然我会可以木教开。而是。得开的是开的没嘞？而是有横十字架了。不了，我看到他会教开拉卡牌没有？我的教会每一个人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可以木那个我不那个这个那个阿爷教没有？我看重神给我的每一个人。
我那个我叫开有啥我哈比啦，为这个里头阿爷对家有机会我一定是把他们拉在我身边一起做施工的。我也做为这他，有的拍个自我了，开不干这个。我不要放过很多机会。有个我妈拍吧。所以我们这次来，哇，也是蛮多人一起来。这不来这点包拉为讲和妈没得错。我不要自己做。我看我这点嘛的。要做事情，我会拉我的会友一起做。不干这个，可能我们这做呀个自我了这个单位。你看我的会友。你呢？我们这做呀。老人家这些中年人、青年人跟小孩子差不多，都一过相当一样多的。错么嘛过来也干做，这爸妈过来也奶妈过也嘛过来。你来我的教会可以看到老年人、青年人、小孩子，你一定会看到的。叫不了喏，我对嘞，错么也奶的爬。我们都会要在一起的。我就开这个铺车。我是这种年龄的，我就照顾这种年龄的。我就开阿萨，就开那个要不得了，我开那个阿萨这样我错掉。全部要配在一起。他不这个不打没有。才有力量为神做他的施工。我看对他了，我家做了有效，不干这个没有。这个人要看对面是什么。确实这个就开我爸同妈做的，你干但是他看不到。也还有嘛么？虽然他有很多梯这个楼梯这个梯。对的，我开过来嘛做的要嘞。但是还不够。也还个要不嘛了。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可以要么好多干，我不要你来个。但是很多神吩咐的事情还是做不到。有啥地址啦？好，这样嘛对个。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不要你来个。为什么还做不到？阿妈把到对嘛个了呢？你知道啦。那是啊嘞。因为那个梯要站起来。我这边就开个做对没有？站起来你就可以爬上去咯。做对啊，这趟和带个呗。全部倒在地上。他不要好的把带过。没有作用。不嘛做。会友是这样的。可以要个这个有。你要把他建立他。要个必备。跟他做朋友。错个对必备。爱他。要个还必备。把他拉起来。要个制度必备。把他拉起来的时候。要制度必备掉他。很多施工自然就可以做了。干了就做个对个啦没有。不是要用会友来完成施工。不是要为了完成施工来教会友。这个不得了，不要了，这而是先要爱他们。要个那个哈。所以主耶稣吩咐说：下不了就没耶稣快过来。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个这个来这个下到。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会友，我会不会这样？我妈下了。没有办法建立教会的。可以要某些俄拉达拉对嘛个。神就有智慧。有啥注意做家了？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有家为做开这个来这个下到对。耶稣怎么讲？耶稣会还过来了个。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个这个来这个下到。这是我的命令。叫看我拿比拉为阿妹。你说相爱都是命令吗？这个来这个下到为做开嘛对嘛漂亮啦。我爱一个人是我喜欢我才爱他吗？我做这个下为我做开我要多做他下为。神说不是。有啥个嘛？不喜欢也要爱。嘛多做个下为。因为这是命令。我那个做开嘛对嘛漂为多靠漂为。命令就是一定要遵行的。妹，我那个开嘛对嘞嘛漂为多靠漂为。神最有智慧。有啥注意做家？当我们都能够来到这个彼此相爱的阶层的时候。我去做开这个来这个下到那为点他。很多东西都可以做了。我去做开垃圾干这个没有。这是毛毛虫。这边做开薄膜。你喜欢吗？我都做了。你家里可能有养狗养猫。那可来铺的爬，每年的爬虎队有没有人养毛虫的？还有薄膜虎爬做下嘞。人家抱着狗出门走走。所以做开铺大多来个多钱。你要抱着毛虫去走走吗？也看到薄膜路大多来个多要做下嘞。毛虫我们不喜欢。薄膜做开我妈都做。但是它很特别的。也看个做薄膜做开。毛虫是会改变的。薄膜做开白八薄哟。最后它会变成美丽的蝴蝶。那么做开大家不录阿拍那个。这是会改变的生命。这边有那白八薄为啥？毛虫是会改变的。
神造我们人也是会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会友都会改变的。要让他成长，他就会改变。你看，哇，全部都是毛毛虫，也不要灰心。因为他们会变成蝴蝶的。让我们抓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去爱他，跟他配搭，与他分享。我最后这个会了解哈，它是一个齿轮。人跟人配在一起，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神给我们有头脑，给我们有感情，还给我们有创造力。我们的头脑不要只是用来赚钱而已。我们的头脑要用来建立神的教会。这里的人都大脚车吧？小小就会大了。也是可以这样大的。有这是专家来的。我这样也可以。这个也是比赛的。我这个用工作用脚车。我这个谈恋爱也来用脚车。我这个是用来表演。单是大脚车。这个普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神给我们的头脑是很好的。我们来到教会，每一个礼拜一样，走进礼拜堂，就坐下来，上面在唱歌，祷告讲道，到最后阿们，回去。会有的生活如果只是这样，难怪他不会成长。神造我们是很精彩的。我们华恩会尽量尝试。几天前我们刚刚有一个营会，就要青来那边。我们拍全体照。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安排全体照，就想到要拍什么。你猜这个是什么？看得出吗？我画给你看啊。是一个圈对吗？然后这里是这样。不是很像啦。这是一个指南针。拍这个之后，我们每个来的人300多人，我们每个人都给他们一张。他看到这个群体照，他就想到我们在这个 camp 所学的东西。神好像一个指南针，引导我们走的路。每样事情都要去想的。做的不成功没有关系。我们有几次拍得很成功，这一次没有太成功了啊。没有关系啊。我们会再来的。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就是在一起，有时候就聊天这些。他们是跳舞的，我跳不了。没关系。不是我会跳舞我才跟他们做朋友的。我要跟他有关系，因为他是我的会友。
我叫开要穿个对打呗，老公要叫开我这脚要拍呗。你跟他在一起，我要给这个车的我是牧师吗？我叫开沙拉拍我就会呗。影响他们。我沙拉对车那些年轻人我比呗。年轻人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玩。哎，让你对把叫开离个呗，就对对个对。我们就跟他分享人生、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等等。哎，下不到了开要去下边阿路对爬，我嘛比呗。所以他们明白了。要去那个啦，对他的人生不只是说要 happy 这样而已。要不要晓得个，后来就开下来这他知道他们的人生也要寻求神的旨意。要不要晓得个，后来去下边阿加拉呗。所以他们会跪下来祷告。下不来可只带了要搞不了呗。不是教会安排的。可以不要，后来这个对我有人几个人来祷告不是？侬对不了了，开不了啦，我不要嘛。他们自己要的。还有老干。因为他们开始明白了。我那个又那个了呗。他们知道信仰不是思想，而是要行动。我那个又去下有没有就开你妈靠姐妹看阿啥的个好个的到那边去。这些也是我的朋友。去的朋友，俺们这要朋友。有机会我也是跟他们沟通的。要做一点他个要出的比。在我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重要。俺们可以要么后来对个你搞有家没有？但是我的时间不够。要看熬夜嘛咯。我不能顾到每一个人。对个你个熬出的比嘛个。但是有机会我就会抓住。要看熬夜做一点他就可以还可以有没有？跟这些孩子沟通很好的。哎，要是的跑都要到的他，你妈。有时候他们单纯的像天使一样。因为你妈叫看我干嘛做那么多嘛这样还学。我们年纪多的人呢，我们想很多，有时候很复杂。从我的把叫开来起来也多，你们的不得要学啥子？所以神说他们会进天国，因为他们很单纯。哎，差不多来个啥个位也是得把个啥苗好了个拍这。这是我们的孩子们，他的父母在来这里之前有开会。哎，这边叫开从我的把球哪有得他？麻烦吗？很麻烦吗？拜我孩子还要开会，孩子又哭啊，又什么，很麻烦。哎呀，是那来干跑的了，不得要好的话，我得学啥子？要不要放弃？要看七八票了。不要。马拍嘞。不要说等孩子大我才侍奉。哎呀，二老太我不干的大工钱。立刻就侍奉。七不干丢。这就是我们教会所想要做的。七秒两个可以要么好了，得到了这边。孩子就是这样的。哎呀，就开始开累哟。你叫侍奉。不干个对呗。他累了他就睡了。呀，还要就开始干。你叫他起来他就哭。那要读了，我不要叫他哟，就让他睡吧。我那个要日嘛不哎？照着他们的需要跟他们配搭。哎，要去路边，可能要去给我敲个对比。这是我们的孩子，他在这次宣教其中一个服饰。哎，这边就看我们也对个，来这边包下来不靠到那个，后来我们的孩子负责排鞋子。哎呀，这边就看看到我带车了个。一些地方我们进去做鞋，哇，很乱，孩子来负责排美。这个搞了我看也考虑的，他可能带下来也看也就这个就看可能。我们告诉他，你为教会做，你也是为神做啊。我们为教会做，也是为神做。不一样，后来不干这个有啥不对没有？小他就有观念。呀，去他个打来，看来味道好做。我是可以服侍神的。这个孩子排得好不好啊？可能结果带完打了。不是很好啦。还有一双他忘记了。这就是了，要没关系。不要要求完美。比了家。我们侍奉也不完美的。没关系。不要为那些不完美的事情吵来吵去。我们肯来侍奉就是很好了。我有一个人，他很会画这个花。有一个很会画蝴蝶。有一个人画这个。大家都有他的恩赐。这配起来的时候，哇，不一样嘞。你看到什么？阿妈莫嘞，你个阿妈莫嘞，人的脸。人的脸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部分。
啊，对不对呀？我就看我就看去妈妈要可能得看那配起来会很美的。哎呀，就看报道的他那来大家了。我叫我们的宣教队来。我为来不靠母。我们跟你们差不远的。我感到很学有嘞，差不多一样的。报道干嘛做？但是我们配。要看我就看这个报道。跳舞也要配搭。不对啊，这个报道呗。做那个银子的戏也要配搭。谁都昨晚做的那个银子的戏。啊，没他哦，哈呗，不我个报道。你一个人做不到的。这个对嘛个没嘞？但是你配起来你就做得到。要看这个报道的他对个呗。所以我们很喜欢在一起。要不然我就看这个和他个切个呗。一起做施工，一起玩。这个不干的这个离个呗。一起吃东西。这个家呗。但是不是每样事情都顺利的。要看个哈白的这里那个。这是在台北这里拍的。哇，有的路真的很难走。这个人的拖鞋都断了。我们也是 enjoy。不是每次都是要吃啦，快乐不是。这是我们宣教队最美的照片。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因为施工太多，施工很多，做得很累，不可以睡觉，很多东西还没做，很迟才睡，隔天要早早起来。一天2天还可以，哇，很多天就太累了。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一起来宣教？如果我说，我们要去宣教了，谁要来？这些人先报名。这就是教会。教会不只是能够一起来快乐，也能够一起来分担这些担子。所以我们几乎每年我们都来，除了 COVID 的那个，我们每年都来的。你看就知道了，他们来的会不会很痛苦？他们也是来的很 happy 的。这就是我们的团队。他们会很喜乐在一起，不只是为了那些快乐的事情，分担神给我们的担子，我们也一起。这是我教会的老年人。我再讲一次，老年人每一个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他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但是他们太老了，来教会听到，哇，讲得太长，他就打瞌睡了。我告诉他们，你们老人家在我讲到的时候，要睡觉就睡啦。我了解的啦。年纪老了吗？你就在座位上睡觉。礼拜天你肯来这里崇拜睡觉，我们就感谢你。但是年轻人不可以啊！有精神还在这边睡觉都不可以。我跟你介绍这个中间这个妇女。我们来宣教之前，我觉得很感动。这个人他是走路不方便的。老了吗？走路没有力。崇拜之后，他就这边走来走去。师母就叫他不要走来走去，你坐下来吧。你这样老了，如果你跌倒怎么办？
那么叫为不得了，没白那个还得对嘞，可别。你知道这个老人家讲什么？那下啦，怎么去这个还过来呀？他说：“我想要走，训练我的脚力。”要个做看啊，可是叫我做了，对个的也好就做车别个。老了之后我还可以训练的吗？莫老为做开，我做了对对拍摄啦。他说：“因为我想明年有去宣教，我要跟你们去。”要个还过来了，我那考下来不考我该，他个俺那会给该的嘞过来。他看到我们去，他很兴奋。俺去该那个摩托他要去下来家嘞。但是他太老了，他没有能力。呀哈，要莫叫不要不得了，我干嘛做？但他的心是很想跟我们一起来。呀哈，因为你妈叫看好叫哪个家？如果明年有机会啊，我会让他来。那考搞呀，就是那个开要个我们可以保护他啦，比较服侍他。呀哈，是啦，叫他个要紧个对对。每一个人想要为主做的那个心智是很重要的。我对个那个小波对个你妈记得嘛有家。我把华恩最美的照片给你们看，好不好？华恩这叫后来大家为我哈的盘到个马拉咩？这一张很美。还有这张。记得个个。这张也不错。记得嘛个呀嘞。这个老姐妹。叫什么的个？这个孩子。叫呀这打瞌睡的青年人。叫什么就这为样呢？排鞋子的孩子，在台上还在哭的孩子，还有一些服侍的这个过程。在我看来，这些是最美的照片，可以呈现给神看的照片。世界的人生观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心联系天堂。最后这个作为结束，这经文很重要的。你们不习惯拍照的哦。手机啊，很多时候让我们年轻人一直玩游戏不好。但是有一点很好。有时候我们讲到嘛，这些经文，这些都很重要的。手机就可以拍下。你就会记得。这经文讲什么呢？他讲以后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有永恒的灵魂。所以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人死我们都很悲伤吗？但是圣经说基督徒死了有福。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我们将会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拉胡子，因为我不会认，我不懂是哪一个。他有说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听好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灵魂是归于上帝的。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要来到神面前。还有，工作的果效也随着我们。你来到天堂，神问你，你这一生为我做什么？我们要交账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为神所做的将会带到天堂去。你有你的教会，我有我的教会。我跟我的教会很有关系。
我就看我们可以要么扎大家没有？你跟你的教会很有关系。我讲我们可以要么扎大家。我们都要为他们而交账。我那个差不多，我对个你讲，需要可以要么下个起码把这些目标带到教会里面。到了可是得爬，可以要么好了有关。做多少就多少。蛤蟆对个蛤蟆对，做一点点也做。起码对个个对。因为这样有一天，这世界什么都过去了。我们全部的人，信主的人要被提到天上。而且，工作的果效也一同上去。你在教会的侍奉是永远的。这果效要来到神面前的。让我们一起加油。为神的国度。我总结一下好吗？昨天我们说苹果，我们赚的钱可以花，最后一个要怎么样？不要吃到完，献给神。这是冰山，有一些是人家看得到的工作。当你爱一个人，你原谅一个人，那些好的，有时候人家看不到。我们为神做的，有人看到，有很多人家看不到。没有关系，我们是为神做。记得这个吗？你的会友需要建立他起来，不要让他躺在那边。很大的事情不可以用一滴水这样来浇灌。整个教会合起来才有够力量去面对那在外面的挑战。错路不要走，错的路不要走，自己的路也不要走。我们要走上神的路。教会一起配搭。你做，神会把我们放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很美的图，它就会变成很美的一个图。毛虫不要嫌弃它。会有没什么恩赐什么，不要嫌弃他们。有一天它会变成蝴蝶的。那只鳄鱼把狗吃掉了。这个世界很残忍的，它给你一点好处，出卖你的灵魂。撒旦一直在工作，但是教会，我们要知道，神也是一直在工作。神的能力比撒旦大得多。记得这个信义控制的问题吗？教会，我们可以点燃这个信义在我们的婚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知道在婚前不要性行为。也为神做对的事。神说去，我们就真的去了。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聚在一起的时间。主，我们的人生很有限，很短暂。让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抓紧机会，抓紧时间来服侍神。
主啊，你让我们走上你的道路。我的怕挪威亚高他都不得。我们的教会不只是要聚在一起聚会，我为可要莫来不挪威这地嘛嘿，而要在一起配搭侍奉。这个报答了挪不干个代表。不是一天两天跟随你，对你这挪哈斯个改而是天天跟随你。对你来挪哈斯个改变。恩待我们，让我们把当纳的1/10交上。挪比拉教会对7不对不，还得比不得。让你的教会有粮食。挪威不要可能扎丢还比较丢。让你的教会可以运作。挪威干还得对个丢。主，我们感谢你常常恩待拉胡的教会。为啥挪威我不要7不为我拉回亚他才看到我不拿拉。求主恩上加恩。我不好我不挪个再来比拉谁。让他们的服事里面加上教会生活跟团契生活。有阿萨对个可能可以要么可能阿萨对为干对不得。主啊，求你祝福他们。挪不拿比谁？奉主耶稣宝贵的生命祷告。耶稣可以没有可能不挪威哟。阿门。阿门。谢谢你们。我不加这个嘞嘞。